大家好，色彩繽紛嘅食物，有型嘅烹調方法，再同佢化個靚妝，我就係有型食物化妝師郭素貞 Susanna。作為營養師嘅我，當然好明白選對食物就真係能夠減少我哋健康問題嘅風險。健康嘅問題其實唔係突然間發生嘅，係長年慢性發炎同埋老化加速所累積嘅結果。而飲食就我哋每一日能夠做到減少健康問題風險嘅工具。呢一集就想同大家一齊去懂得揀選食物，再用有型嘅烹調方法去保留食物嘅營養，最後同食物化個靚妝，吃出健康，吃出美麗。一向從事商業嘅我，近呢幾年透過營養去改善自己同埋親朋好友嘅健康，令大家都燃點希望。呢一種助人自助嘅精神，真係能夠讓愛傳下去。而今日我哋先嚟睇下點樣去設計餐單同埋揀選食物。一般我哋都係會圍繞七大營養素，當中包括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礦物質、脂肪、膳食纖維同埋水。喺日常生活裏邊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注意熱量同埋蛋白質，但係就會忽略咗營養均衡先係健康嘅關鍵。所以想要打好穩定嘅健康基礎，巨量營養素、微量營養素同埋植物營養素都係三者缺一不可嘅。咁我嚟先睇下巨量營養素啦，咁佢能夠打造我哋健康嘅基礎啦。蛋白質我哋睇到就係能夠修復同埋建構組織嘅關鍵營養素，係能夠維持肌力同埋免疫嘅防禦。脂質就係能夠唔單止係熱量嘅來源，都係參與荷爾蒙平衡嘅脂溶性維生素吸收。第三，碳水化合物，佢係人體最容易利用嘅能量來源，支持大腦思考同埋運動嘅表現。所以冇足夠嘅巨量營養素咧，身體就好似少咗啲燃料嘅引擎一樣。咁而我哋睇下一啲巨量營養素、蛋白質嘅食物，我哋好多時大家諗下，如果白灼蝦你哋會點做？係咪就會煲滾煲水？擺啲蝦落去烚熟佢，但係啲營養咧就流晒喺水裏邊喎，而水大家都唔會飲嘅。相反，如果一套好嘅炊具能夠用無水，我哋已經可以煮好啲白灼蝦，繼而咧就啲營養就會 keep 住喺個蝦嘅本身裏邊。我再剝完殼之後，將佢砌成好似朵花咁，係咪同佢化個靚妝咧？又或者我哋可以咧，就係用一啲薯蓉啦做底啦，係啦，叉咗去，跟住亦都係烚完啲白灼蝦之後咧，我哋就可以一隻隻咁鋪喺上邊做兩個燈籠仔，咁啊再擺啲紅蘿蔔啦，做一啲裝飾物。又或者係嚟緊新年，大家可以做個白照喎。咁咧，亦都係要揾啲薯蓉做底啦，跟住將啲白灼蝦，我哋無水嘅白灼蝦搣咗殼之後咧，又係咁喺上邊鋪咗之後咧，就成為一個好靚嘅花啦。咁亦都係配搭一個三文魚啦，砌成朵花，用啲青瓜片圍住佢哋，再加啲金箔，咁呢一個發嘅感覺咧，就非常之靚啦。所以有時除咗白灼蝦之外，我哋亦都可以用好少嘅油啦，咁咧就去用啲香茅去煮蝦，咁煮完之後，本來都可以就咁擺上碟噶啦。但係如果你能夠喺碟裏邊再加少少心思，擺一啲係啦啲herbs 啊咁樣咧，咁你就會更加咧覺得佢係好有提升食慾嘅感覺。另外無油煮食啦。因為本身嘅食物如果係能夠有油，可以係自己煮自己，咁我哋可以擺落個 pan 度啦，個皮向下，咁煎佢嘅時候咧，其實都唔會點樣黐底個噃。咁煎完之後，簡單放一隻靚碟度，咁就得噶啦。咁亦都可以咧，用無油呢個煎完嘅雞翼啦，擺咗佢之後咧，我再同佢咧，哇，好似用個化妝掃咁，呢一啲咧係一啲有型嘅果汁粉啦。咁我咧就將化妝掃係掃喺啲雞翼上邊啊。咁呢個感覺咧，又係令到大家都會食得非常之開心嘅。
另外，我哋都好中意咧，係用魚呢個蛋白質食物，因為咧其我哋比較會係喺纖體啊，咁樣都係一個好嘅材質嚟嘅。咁我哋先可以用一啲薑葱蒜咧，就鋪喺底，然後再鋪啲魚喺上邊。利用呢個方法咧，可以話都係靠翻食物嘅水分啦，去蒸呢啲個魚啦。咁嘅時候咧，魚嘅味道咧係更加會係出嘅，亦都係更加鮮美啦。再加埋一啲又係蒜香咁鋪喺度，擺喺隻碟度咧，就非常之享受。同時間，我哋亦都可以用蛋白質啦，再加埋碳水化合物呢個做一個日本豪飯。呢個碳水化合物咧，其實我就選擇咗用椰菜花喎。今次咁咧就用啲椰菜花整碎佢啦，啲蠔亦都係用一啲味淋啊、堅魚汁、日本醬油、清酒咁煮佢一陣之後，我哋就可以鋪喺啲椰菜花嘅粒上邊，繼而焗佢10零分鐘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好美味嘅蠔飯啦。咁我哋都係碳水化合物同蛋白質嘅混合嘅做法啦。例如就係將一啲麵我哋煮熟咗佢之後，跟住咧我哋就屈成一個圓形，再打隻雞蛋落去，咁樣煎完之後咧，非常之可口咧，小朋友都非常之喜歡食喎。而我哋亦都可以用無水去煮呢個韓式炒粉絲，因為我哋會用一啲譬如菠菜啦、冬菇啊等等，呢啲都會出水分嘅。喺個鑊煮完嘅時候，我哋再擺埋啲粉絲落去咧，已經係唔需要用水去再煮噶啦。咁樣亦都會炒出一個非常之美味嘅韓國粉絲。同時亦都可以焗一啲pizza 啦。咁呢一個其實咧，我係用咗係豆腐嘅底去做一個 pizza 底，再喺上邊咧鋪一啲蛋白質食物，例如蝦啊、番茄啊呢啲等等。咁焗完之後咧，又係非常之好咧，可以係配合到有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質同埋脂肪嘅一個好好嘅巨量營養素嘅食物。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微量營養素，佢係維持生理運作嘅關鍵。維生素咧能夠協助能量嘅代謝啦，幫助我哋細胞修復；而礦物質能夠支持骨骼結構，維持神經同埋心臟嘅功能。當我哋缺乏嘅時候，就好容易會覺得疲倦，甚至乎係代謝不良嘅問題就會發生。其實咧喺水果同埋蔬菜裏邊咧係蘊含豐富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不過喺烹調嘅時候咧，呢啲維生素就非常之容易流失啦，所以無水低溫煮食的而且確係能夠有效咁保留食物營養嘅烹調方法。咁我哋睇下，我哋就見到咧，我哋可以用一個無水嘅煮法去煮呢個西蘭花同埋椰菜花。煮熟咗之後，揾一隻大碗啦，然後我將佢鋪晒喺裏邊，再將佢一反轉嘅時候，再放喺呢兩隻唔同嘅器皿上邊咧，你就可以焗出唔同嘅效果。又或者咧，我用無水去煮完呢個秋葵之後，切成一粒粒啦，跟住咧我就亦都用一啲淮山去搓溶佢，就造就一個球形嘅物體，然後就將一啲頭先煮好嘅呢啲秋葵咧，就逐片咁黐喺上邊，咁呢種感覺咧就好似做到一個繡球嘅感覺，非常之令到咧你做出嚟之後，朋友都會不斷咁哇哇哇嘅喎。好啦，另外都可以做一個無水嘅菠菜。當無水菠菜煮完之後啦，咁我哋誒擺喺一個器皿度，將佢做成一個圓柱體嘅感覺。再繼而咧，又可以放一啲係叫做萵筍喺上邊啦，食用花啦，再配以側邊咧又放一啲豆啦。跟住我哋將佢擺到咁靚嘅時候咧，就係增添好大嘅食慾。咁另外啦，仲有就係植物營養素啦，佢絕對係我哋抗氧化嘅天然嘅防護罩嚟嘅喎。咁你睇到植物營養素咧，係咪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啊？當中有紅色能夠保持我哋心腦血管嘅健康啦，而橙黃色咧係我嚟抗發炎、強化免疫力嘅。白色能夠幫助我哋穩定血壓同埋強健骨骼關節，綠色就能夠抗氧化、加強肝臟排毒嘅功能。至於藍紫色咧，就能夠守護腦部健康嘅記憶力。其實喺各種各樣顏色蔬果裏邊咧，每一種顏色自身咧都有一種保護力嘅，但係能夠配搭好唔同嘅維生素同埋礦物質咧，發揮一種協同作用咧，效果就會更加豐富喎。咁而大家有冇諗下，我哋每一日食到最少嘅係會係咩顏色咧？嗯。
答案就係紫色啦，所以大家咧不妨係食多啲紫色嘅食物。咁我哋睇下紫色嘅食物又可以點樣做靚佢咧？我哋將佢整熟咗一啲紫色嘅番薯啦，跟住咧就愛嚟搓成一個個波，繼而咧擺成一棵菩提子嘅感覺。另外我哋亦都可以用蓮藕啦，煮完之後咧，我哋擺三色椒落去，咁咧係咪顏色非常之豐富，亦都係非常之美味嘅喎？咁嚟緊啦，一啲節日，譬如好似聖誕節咁，我哋亦都可以做兩款唔同嘅有形嘅植化素嘅一啲食物，包括一個花環啦。其實咧，佢咧就係用一個薯蓉喺底啦，做成一個環形啦。繼而咧，我喺上邊咧就用無水煮咗呢個西蘭花，所以咧就可以將佢插上去上邊，再放一啲番茄食用花，就做就一個好靚嘅花環啦。咁至於另一邊咧，我哋就用一啲樹蓉做就一個樹嘅形狀啦，細細棵，繼而喺出邊咧就圍住羽衣甘藍，咁咧再滲一啲係一啲呢個益生菌，就做就雪花嘅感覺。咁成件事你就會見到有好豐富嘅植化素啦、維他命、礦物質等等。咁所以咧喺節日，大家都不妨動動腦筋，做一啲好精美嘅食物俾你身邊嘅屋企或者係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咁我亦都可以用好少嘅水咧煲有形嘅蔬菜湯喎，將一啲蔬果全部切碎細粒，例如番茄啊、紅蘿蔔啊、洋葱啊、椰菜啊等等。咁煮完出嚟咧，唔使點樣加水咧，都可以做一個好濃郁嘅蔬菜湯，係可以話係真係食物嘅精華嚟嘅。咁呢套煲亦都可以咧，係愛嚟用好少嘅油去炸食物啦。咁有時可能節日我哋都會想做一啲油炸嘅食物嘅。中間嗰個咧，我就係用一個蝦膠係底，然後上邊咧就插住一啲杏仁片，做就好似一個荷花嘅形狀，跟住成朵荷花就擺落個鍋度炸。而我哋炸嘅時候，一般咧都係比相對其他嘅器皿咧係用少好多油嘅。呢一個我哋係另外一邊咧，我哋用嗰個豆卜啦，咁反轉佢就再釀啲蝦膠落去，繼而咧係用呢個煲去炸佢啦。咁你見到咧，其實我哋係相對用好少嘅油，就會已經炸到咧係非常之可口兼又冇油膩嘅感覺。所以咧，好多朋友嚟到屋企嘅時候食呢個包春卷啦，自己包自己炸，佢哋亦都會覺得咧，哇！呢個真係非常之美味嘅一道做法。呢套煲同時都可以焗一啲食物啦，包括我做咗呢個蘋果批啦，甚至乎可以焗好多唔同嘅麵包啊、蛋糕啊等等。咁呢一套煲咧，真係可以話樣樣都可以做到。唔單止低溫煮食，仲可以話咧係無論係煎、炒、煮、炸、燜、焗都可以做到嘅效果。所以呢一套煲就想同大家今日介紹嘅皇后煲有17件嘅不鏽鋼套裝。咁佢有6大優勢嘅，其中我最中意第一點啦，就係呢個低溫烹調，因為佢採用咗18:8嘅優質不鏽鋼同埋多重結構嘅製造，令到個材質咧又唔易黐底喎，同時咧係溫度咧係好快咁迅速係會上升，咁又可以保留食物嘅營養。咁你見到啦，好多時我哋維他命礦物質，如果用一般嘅煮食方法，你睇佢保留咧得好少。但係如果用皇后煲呢個低溫烹調嘅方式咧，哇，全部都係比起一般方法咧保留多好多。繼而佢都有一個獨特嘅設計，就係 Whiten Lock，所以可以鎖住精華，咁令到我哋唔需要加好多嘅水啦，無水煮食就可以令到減少呢個味道同埋天然嘅色澤流失，係保持食物嘅營養價值好好嘅。另一個令到我哋省時啦，同埋節能啦，就可以做一個架碟式嘅煮食，咁係可以話下邊可能煲湯，記住中間可以係蒸雞，由上面再去煮飯，甚至乎最後咧喺上面再煮埋一啲蔬菜啊，或者係炆一啲排骨啊等等都可以嘅，所有架碟式煮法都非常之好。而多層結構啦、精選嘅材質啦，利用18:8嘅不鏽鋼，配合純鋁鋁合金等等。咁呢個匠心設計啦，可以話係非常之好。無論我哋個煲裏邊咧係冇乜孔啦，係唔會令到啲食物嘅殘渣咧係黐住喺裏邊嘅。咁而個煲柄嘅設計啊，樣樣都係非常之係貼心，令到用家咧係用得會好安心放心。
當然最重要，我亦都係最欣賞嘅就係亦都係有個 NSF 嘅國際認證。咁所以咧，好多時好多出邊嘅炊具話用下又會有一啲唔好嘅化學物滲透出嚟，咁我哋就唔會啦，非常之安全啦。咁喺節日嘅時候咧，我哋將啲食物放靚啲，用有形嘅烹調方式煮完之後，擺喺桌面度，哇，好豐盛、好開心嘅感覺，能夠帶到俾屋企人同埋朋友一個好幸福嘅感覺。所以今日最後送埋一個青瓜花啦，用個雞蛋做完之後咧，就再將佢中間嘅蛋黃畫出嚟，再翻去鋪翻入去之後，再喺上邊鋪一啲青瓜，做就一個青瓜花，令到大家每日都身心靈健康。所以最後送俾大家嘅一句：今天好好吃，就是明天最好嘅健康投資。